原本已經準備好謝幕嘅張柏芝，突然叫停咗個場音樂。喺全場幾千名觀眾驚愕嘅目光之下，佢身體微微發抖，伸手攞起個咪高峰，講出一個令全世界都為之震驚嘅真相。15年嚟，全世界都以為我離咗婚，但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個真相。當年我同謝霆鋒根本就冇真正簽過離婚協議。呢句話就好似一聲炸雷響起，現場觀眾頓時爆發出一片喧嘩聲，連前排嘅 VIP 嘉賓都緊張到屏住咗呼吸。喺聚光燈下，張柏芝深呼吸咗一下，眼淚喺眼眶入面打轉。只見後台突然衝出嚟兩個高大嘅身影，正正就係已經長大成人嘅 Lucas 同 Quintus。佢哋滿臉震驚咁望住媽媽。Lucas 手入面揸住部手機，啪一聲就跌咗喺地下。Quintus 聲音發抖，眼淚已經忍不住流咗出嚟。媽咪，你係話？而呢個時候，更加令人震驚嘅一幕發生咗。演唱會大屏幕突然切換到後台畫面，只見戴住個鴨舌帽嘅謝霆鋒正捂住個面抽泣。原來佢全程都喺後台睇住老婆嘅表演。據知情人爆料，2008年艷照門事件之後，謝霆鋒同張柏芝嘅婚姻確實出現咗嚴重危機。當時兩公婆確實已經準備好咗離婚文件，但喺最後簽字嘅環節，謝霆鋒突然反悔，佢公着眼將文件撕得粉碎。呢位喺律師行工作嘅內部人士回憶講，謝霆鋒話：我呢輩子只會有張柏芝一個老婆。但當時因為輿論壓力太大，經紀公司決定對外宣布離婚成功，實際上兩個人只係簽咗分居協議。更加驚人嘅係，張柏芝2018年生第3個仔嘅時候，醫院登記嘅丈夫信息上面赫然寫住謝霆鋒。當時一位曾經喺呢間醫院做過嘅護士透露，當時我哋仲以為係工作人員手誤，依家諗翻起嚟，佢哋可能真係鬆冇離過婚。而 Lucas 喺18歲生日嗰陣，無意中翻到父母嘅保單，發現受益人難渡，雙方仍然寫住對方個名。Lucas 接受訪問嘅時候含住淚話：我嗰陣就已經開始懷疑啦。喺張柏芝爆出呢個震撼宣言之後，情緒失控嘅謝霆鋒終於衝上咗舞台。喺全場尖叫聲中，呢個喺娛樂圈以冷酷著稱嘅男人跪喺老婆面前痛哭流涕。呢15年，我日日都諗住你。張柏芝終於崩潰，軟攤攤咁坐咗喺地下，緊緊抱住老公。而 Lucas 同 Quintus 就飛奔上嚟舞台，一家4口抱住頭大哭嘅畫面，令到現場觀眾冇一唔落淚。Quintus 一邊哭一邊捶打住謝霆鋒個背，你點解唔講真話？而 Lucas 就緊緊扭住媽媽唔肯放手。據現場工作人員透露，呢個感人嘅團聚足足持續咗20幾分鐘，張柏芝個妝都哭花咗，都冇顧得上補。最後就係謝霆鋒一隻手扭住老婆，一隻手牽住個仔，對住全場觀眾深深咁鞠躬。台下有人發現，坐喺 VIP 區嘅謝賢早已經老淚縱橫，不停咁用鬼杖敲擊地面，發洩激動情緒。就喺呢個感人畫面席捲全網嘅同時，另一場風暴正喺暗中醞釀。據王菲嘅貼身助理透露，正喺巴黎度假嘅天后得知呢個消息之後，當場就摔碎咗一整套餐具，仲直接撕爛咗同謝霆鋒喺巴黎鐵塔下面嘅合照。呢位唔願透露姓名嘅助理仲爆料，王菲已經連夜取消咗原本定喺下個月同謝霆鋒喺日本嘅約會行程。更加勁爆嘅係，王菲嘅多年好閨蜜那英喺凌晨突然發咗個 Ins 動態，有些人嘅人生就係一場夫，演咗15年都唔膩。配圖就係一張狐狸藏喺羊群入面嘅相，疑似暗諷張柏芝心機深。而張柏芝嘅鐵桿粉絲就喺社交媒體上面激憤反擊，當年明明就係王菲插足咗風之婚姻先。針對呢場戲劇性嘅婚姻自白，香港知名婚姻法律師張家豪表示，如果真係冇經過正式離婚程序，咁佢哋嘅婚姻喺法律上面應該仍然有效。但問題就係，2011年兩個人已經向媒體公開宣布離婚，呢啲年都以單身身份報稅，
呢種情況好特殊，要查證當時有冇遞交嫁文件。更加複雜嘅就係三仔 Marcus 嘅身份問題。之前張柏芝一直堅稱 Marcus 嘅生父係新加坡富商，依家呢段婚姻關係反轉，令人唔得唔懷疑 Marcus 會唔會都係謝霆鋒嘅親生骨肉。有網友發現 Marcus 笑起身嘅神態簡直同謝霆鋒細個嗰陣一模一樣。據 Lucas 嘅好友透露，呢對明星夫妻嘅個仔其實一直被蒙喺鼓入面。Lucas 話佢鬆細就覺得好奇怪，點解父母離婚之後仲會經常一齊過聖誕節？而 Quintus 就表示，每次佢問爸爸點解要同媽咪分開，謝霆鋒都會巧妙咁轉移話題。最可憐嘅就係5歲嘅 Marcus， 佢直到昨晚先知自己可能喊咗好多年嘅謝叔叔居然係親生爸爸。Marcus 昨晚哭住問張柏芝個家姐大碧芝，所以我都係有爸爸嘅，對嗎？而更加戲劇性嘅就係 Marcus 學校入面一直有人嘲笑佢係冇爹嘅細路，依家呢啲霸凌者恐怕要唔知點講好啦。喺沉默咗成晚之後，今日凌晨，謝霆鋒終於喺 Ins 上面發咗一張一家4口嘅合照，配文簡單但係震撼：回家。相入面，謝霆鋒同張柏芝十指緊扣，3個仔圍住佢哋身邊。呢個貼文發佈之後，只係3個鐘就收到超過200萬個讚。據謝霆鋒嘅密友陳奕迅透露，呢15年嚟，謝霆鋒其實鬆冇真正放下過張柏芝，每次喝醉，佢都會望住手機入面柏芝嘅相發呆。去年柏芝生日，佢仲偷偷送咗一棟海邊別墅，只不過用細路個名送嘅。而張柏芝身邊嘅朋友都話，佢每年都會為謝霆鋒準備生日禮物，都係佢最中意收藏嘅限量版吉他。娛樂圈資深人士分析，呢場長達15年嘅離婚謊言背後，可能有更加複雜嘅考量。2008年艷照門事件之後，英皇娛樂高層擔心藝人形象受損，可能建議佢哋假離婚嚟挽回商業價值。而後來謝霆鋒同王菲復合，張柏芝獨自撫養3個仔嘅人設，又為佢贏咗大量同情分，簡直就係香港娛樂圈最成功嘅危機公關案例。某公關公司總裁感嘆話，只係撫咗2個細路，成長過程中缺失咗咁多家庭溫暖。不過依家隨住真相大白，呢個曾經破碎嘅家庭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咁團聚啦。比如話張柏芝同謝霆鋒重新舉辦婚禮， Marcus 改姓謝。10年暗湧，張柏芝同謝霆鋒世紀破冰嘅背後，那些唔為人知嘅深夜痛哭同藏起嚟嘅愛，絕密私人日記曝光，原來佢哋鬆冇真正放下過對方。喺家庭層面，張柏芝同謝霆鋒開始着手規劃新嘅生活。佢哋決定帶住3個仔去一個寧靜嘅海島度假，令到呢個歷經波折嘅家庭喺溫馨嘅氛圍入面重新建立親密關係。細路仔對於即將到嚟嘅旅行充滿期待，尤其係 Marcus， 佢興奮到拉住哥哥哋討論喺海島上面要做嘅嘢。而喺事業方面，張柏芝同謝霆鋒都有咗新嘅動向。有消息傳出嚟，一間知名影視公司正喺籌備一部以佢哋嘅愛情故事為藍本嘅電影，希望邀請佢哋本色出演。呢個唔單止可以令到觀眾更加深入咁了解呢段跌宕起伏嘅感情，都為佢哋嘅事業帶嚟新嘅機遇。不過，王菲呢邊嘅情況依然備受關注。佢始終未對謝霆鋒同張柏芝嘅和好做出正面回應，只係默默咁沉浸喺自己嘅音樂世界入面。但有媒體拍到佢獨自現身錄音室，似乎喺籌備新嘅音樂作品，唔知會唔會藉作品抒發內心嘅情感。娛樂圈呢場風波就好似一部精彩絕倫嘅連續劇，每一集都充滿咗反轉同驚喜。未來呢個家庭會走向何方？王菲又會點樣應對，都成為咗大眾茶餘飯後嘅熱門話題。而無論結果點樣，呢場長達15年嘅情感糾葛，都會成為娛樂圈歷史上面濃墨重彩嘅一筆，時刻提醒住人哋愛情同婚姻嘅複雜同珍貴。